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31日，诗篇103篇50安尼讲：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，互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遐尼勇壮。三角来祈祷，用好物，互阮一世人满足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统管天顶地下万有的独一真上帝。主啊，你是许多人民疼痛的主爱天父。主啊，求你用恩惠款待阮，求你用信实纪念阮，求你用救恩临到阮。我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，我要因为你的作为来快乐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旨意来成阮一切所求的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脱离歹人的手，保护阮脱离凶恶的人，因想要车互阮跋倒。主啊，总是你要用逐款好物，互阮一世人满足，互阮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遐尼勇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